一起动作哦，可以一起动作。才发现哈，两组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另外一个人负责观赏。对，好香哦！我的天哪！满妹姐刚刚吞口水了，我发现了。动口是很多想的事。对啊，可能会动口水的哦。我想那还是要包直接这样吗？直接水，有吗？不要很哈美吗？哦，好咸哦！哦，哎，综艺谐星的。哦，好咸哦！又在好冇啦？自从安永走，一小走爱风，对哈，你就看到马仔哈，我看到只能回家看重播了哦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我看今日呢，你來到新竹嘅關係啊，導邊，呢個關係啊，導邊啊，真嘅係不過係美食、文化、客家嘅精神，全部都失蹤到呀，導邊。很多路後全部都客家人。哎呦，很恐怖哦！對，這麼恐怖哦！對，走一走，哎，行你走一走，行你，哎呦，嚇到啊！哎呀，故所講呢，今日呢，我來啊，特別參加嘅潛水站，哦，一天非常亮，非常強誒。哎呦，除了參賽者之外哦，今日評審老師哦，哦呦，又來做效果，兩位都動會講會呢。他們真的很厲害，而且其他都還帶嘅嘉賓哦，我見到馮陽東啊，嘅劉雪瑩，大家好，我係劉雪瑩，謝謝你。還有吼，讓我來強燃到我們的徐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鳳誒。今日有冇講到唱到師傅嘅師傅呢？因為雪玲姐今日要帶阿媽媽跳下喎，就叫媽媽搞啲做菜嘅。哎呀，阿婆等來啲，阿婆來，哎，家真係喺師傅嘅師傅音效師係咪有那啲 music 嘅落下去哈？整個節目直接掌聲到底。真嘅，劉師傅按看佢講都係你搞佢做菜嘅呢。係啊。哇，咁你讓他吃到像你食到雪玲姐啊，吼，佢煮嘅菜，你感覺到樣嘅咧？食到太麻條，你講這道紅水飯是用太麻條，很實際啦，對，都有識路哦，哦，你阿婆你想輸誒吼，我加住哦，吼，咁今日吼雪玲姐姐吼，雪玲老師吼又帶媽媽呢，我近時哦，其實哦看動到擺吼，徐玉芳徐師傅來到來個節目，我日這隻問題真經常嘅問題嘅係，想講哦走師傅哦走總不是，係娘伴來進步，娘伴來精進自己的廚藝。像啊，有的時節會去做百會，啊，所以就是去兩片的地方做咧學習到動到東西，係啊，沒有去各種啊做咧教聲音呢，煮菜。香氣香腸，雞母蛋腸，哎呦，去過很多地方，佢喊到一個吼一家之主呢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在當地也太起來就會 Q 下好吃吧。還有吼，他對我每一次吼提這個指定料理吼都非常了解。對，真嘅，好啦，馬場的款款，歡迎下，好，謝謝阿哥。謝夢姨，謝夢姨，來團結下吼。提這個我指定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咯？好，哎呦，馬上來開蓋咯。哎呦，菜頭板湯，哇，煮湯嘅呢，咩剪嘅呢？係啊，誒，娘伴做，我媽媽就剪，我媽媽，係嘛？你看蘿蔔板呢，有冬天或到過年家下產季的時候大量生產，啊，台港因就會拿來做蘿蔔板，嘿，家下做蘿蔔板最好食咧，菜頭板清好食，要時間係炒，菜頭煮。蒸出的菜頭板最好食，時間唔錯，蒸出的菜頭板冇咁好食。對，一聽講到過年嘅時節啦，冷嘅時節啦。過年家做，太感人做，家家戶戶都有好彩頭咩？對，這一天都有菜頭板。哦，今年吼我咧做菜頭板嘅內邊吼，唔但很厲害的哦。我嚟做菜頭板。好啦，之前呢就係先嚟分享到嘅特別係兩姊妹按獎嘅閨蜜記啦，夫蜜記。哎呦，真嘅按獎呢！兩姊妹哦。等一下吼，咱最後咧分享嘅哦，係嚟到吼阿姊吼，讓我們的侄女哦，係滿妹阿姊攞開飯哦，開飯節，歡迎你哋。加生係加出嚟哈，加出嚟咧。好，看到阿順好按獎嘅潛水站，閨蜜記、夫蜜記，富貴兩姐妹，對不對？哎呦，富貴呢，真勁呢！從細家下，乜嘢係姐姐？
姐姐啊，妹妹，有细细家就听你妈妈做菜吗？冇诶，冇，嘿，她也张好嘅係冇，即係基本嚟張可以做菜。感應人會煮菜。係啊，係啊，就一般來講都會家人就會做菜啊。哦，她都係做乜嘅料理？攏煮啊，從今日嘅菜頭班生我自家做誒。兩姊妹自家要打菜頭班來嘅，一天就養一班咧，加油好冇？好，加油！好。哦，還有哦，今年哦，其實哦，海豐嘅朋友哦，還有個咱厝哦，兩沙係阿姨老子女嘅關係係冇？錯。誒，我聽講吼，佢吼，尤其係開飯吼，誒，你係到大學嘅時節有在餐廳打工過嘅經驗係哦？有誒，做乜嘅的？煮菜，对，煮菜帮忙切菜。哦，你係到內場的耶哦，。對，那內場很基本功啦，基本功。做菜啊、切菜啊，還有馬個要全動位哈。哦，没有炒。哎，你要切菜講添，啊，你冇講人家騙你好冇？好啦，不過我日聽我老大家講一下吼，其實吼，我都有個萬美阿姨吼，嘿對菜頭班有一隻非常感人嘅故事，我老大家講。馬蓋故事。因為佢細時節吼，係老佢爸爸吼鄉下做工係冇？係有爸爸做工哦，看到動到工人係冇？嘿像就逐步工人哦選，咁講吼，工人是個很好鋼鐵人啊因為他們需要體力，所以記得細時節是走在跳繩。哦。呢個感覺哦，是個感覺哦，有一點辛酸的味道對，。故事你寫起來嘅感覺呢，會想到頭擺嘅事情啊。所以哦，你下就要辛酸的來宣布吼，景行體育快該比賽咯。再看哦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動感下吼製作節目單位吼好，的用來設計海菜天不挨搞。其實我有練習嘅，我有練習，OK。你要不要困意咧哦？好，唔怕，唔過呢，最主要嘅我有強棒桂梅姐懂厲哦，害。因為做桂梅姐做體力界吼，你做得嗎？可以啦，做得哦你唔可以講記，客記好冇？我唔會驚記。對，唔是講記。好，OK。冇要緊。好，馬上來開始。先多殺跳鋪。好，你現在會要先喊你哦快學，一家之主愛最強，Q 冇 Q 的時候出拳了哈。一家之主愛最強，強人冇強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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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強人冇強人。好厲害啊！王一，剪刀上跳步哦，一家之主愛最強，Q 冇 Q？我竟然會贏呢！有那種自信心來了哈。耶！沒，很幸福哦，那個對手哈太弱。來，我們兩個來賓對決好。哦，羅一病，好，贏的對贏的。哎呦，美，哎，製作人講說贏的對贏的，我們又見面了，哎呦，很緣分。來，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青強，強人冇強人，強冇強，哎，要協到幾人木豬哦，好啦，先贏下雞片快選好冇？好來，好開心哦！我竟然贏哎！哎，體育版哎，要不要 po 文記錄一下？會這樣，會記錄一下。完全不你好懂呢。計時開始。好，圈符額信用顧圈切貼嗎？ 50，差唔多有幾多？ 30幾是吧？ 30現在你要怎麼改？幾咁嘛？哦，切啦，哎呦切，做得嗎？走得。鐵腿行愛嘛？啊？鐵腿行愛嘛？什麼雞腿？地地嘛都地條，地頭還要嗎？地頭還要嗎？cái tuần唔怕啦，哦頓頓唔怕cái hát床喺是道切嘅，該凍該從哦我切貼了。cái床喺是道切。哎呦，好的哦。三秒咯。我不用用買個素菜，從切嚟三。不用了哈。他就買個東西我切。記得啦。哦，菜條版哈，誒，安用切，好做冇得。 ？3份哈。誒，我切加下半件。誒，哎呦，切得啱好哦，自家講哈。嘿，啊，變了順菜哦。哎呦，好，是
那时间红加到7 6 6还有嘛个，七哦，多了， 6时间到，咱嘛个全部做咧，又安永走得嘞，上安永批，安永走得嘞。你们要在这边做戏。王爷的啊，王爷，好，来看，来看，你们可以一起动作哦，可以一起动作。来发现哦，刚才拢两组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另外一个人负责观赏。好香哦！我的天哪！满妹姐刚刚吞口水了，我发现了，动喉是很多想的事对。啊，可能会动口水了。地方我本来做嘛该，人家群吹牛切，人家群吹牛切，哦，切猪啊，就是切人家切法，就这样，有味嘛哈要切细细的哈。对对对，细细切着去就好好。，继续，继续开我跟你讲，你先对半截掉它，对半。对，截掉它，然后对，嘿，好嘿那嘿，安永讲走得了哈，对哎嘿，，桂梅姐、富贵姐豆腐哈哈就有练习过俩头菜吗？摸，摸啊，发现天哪！其实哎，天哪，真其的假实也练的？。哎，你这样子会不会落枕啊？你的脖子一直。怎么脑我也我20秒嘞，20秒，夹夹夹夹，会不会的？你看没了，还有冲啊，还有冲啊，倒数量是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华丽转身，谢谢。啊，转圈，快点，快点！哎我还给你呦， Q 哦。好了，最后还有哎1分钟的时间，计时开始，用啥时候 Q 他周哎？这是给你走走走，刚刚说他夹哦，先暂停一下哈。你切，帮我切葱，啊，中的用啥子？切沙切啦，啊，别回头沙，别回头莫该莫该，可以一起煮了是吗？对，可以可以煮了吗走在煮嘞，走在煮嘞，你要水我先来老弟煮好吗？走在煮嘞哈，好好好，哎，记得改香菇有先把水挤掉吗？有，哦，我没看到而已，他不怕是不是？死盖的好，快哦！天哪，哎呦呦，哎呦，有吧？哎呦，紧张的时间已经这可以用了吧？可以可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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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动。喂嘛哈，好好好，走对了走对了，我你干买买个东西吗？个东西，这个是你看是猪油，向葱煸出来的肉，哦，哎，这个你要不用来，不用了解书。好，哎好呦，，走对，差不多可以起来哈。来7、 4、 6 6、 5、4、 3、 2、1，快去快去！好，继续快去走嘞，继续哦继续哦加油哦胸好好好，哎呦，干妹係豬腰啊！自家白嘅係麼？你自家白嘅豬腰係麼？哎切干不要给它炒，你係白白風哦，啊你有嘛解？有葱酥，油葱，咪係你自家做了自。家做的。哎呦，現章一版的了。你一片係要加豬油，啊嗰片係加油葱油，冇強用嘅米注意頭。哦。哦，先白香菇吼。誒，哎，該係你提一擺吼，哎，你做嘛為了阿姨強下來報名比賽、報名比賽嘞？你老阿姨很熟嗎？很熟，哎呦，那你用啥跟這個香菇一樣熟啊！走勝利，做生意哦，做嘛個生意？那不看買菜肉，好，哇，豆配飯佢是都可以煎的哦。哎，哦，分可以剪哦，分可以剪哦。目的記得好，你話我攞來頭條板到煎到該恰恰，哦，它的表皮。誒，其實唔係落去煮嘅時間會順，這些出不來面哦。我該買個部位啦，部位。五花，五花，哎呦，這款是地的哦。誒，哎，冇火嘞啊，冇火嘞，等，好啦，我要去看我們嘅片哦。等下，等我5秒。 5、4、 3、2、1，走啊！好嘞，來，是這個嗎？對對對。哎呦，動向哦，哇，很強哦！哎呦，好厲害！那要炒多久啊？要炒幾多油啊？我要水滾了，哎呦，水滾呢哦。好，先關掉吧。你們可以一起動作哦，可以一起動作。來發現哦，剛才攏兩組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另外一個人負責觀賞。富美姐她是貴婦啊，我說你都不怕唔是豬啊哈。用講嘅時候咧，哎，真勁難道不是富嗎？貴電豆狗都是係貴婦誒，對係啊，啊，貴婦富貴。我會取啊，我這個哎來，我直接先裝起來嗎？人家走在水裡呢。做的是嘞。煮洗澡咧啊，哎呀，皮都是香的啊，嗯這很燙嗎？哦，唔來看我另外一個做的 Q 哈做哦，彩條板差不多要裝起來咧。哎呦，安家哎呦的，，看一下好冇？來。注意哦，好。哎，排先，梗係彩條板。咩啊？
这是什么鲜有肉有啦幽默切好呀，切头啦，是张伯骞切的吗？唔系啦，大家切不好东西圈很挨切的哦。对，基本上都会按好了，我扛下来，对挨切的哦，挨切的。对。哎，现在就拿起来，是已经有煎够了哈，你要看不按钮有煎，有80度日啦哈那，很不用放开水下去一起煮就好了。放下去一起煮。放那个香菇水，哦，香菇水，那就是香水喽。我是香菇水加放在一起接他的梗啊，嘿，香水，小熊水，乌鸦有飞过了，乌鸦刚刚乌鸦有又飞过，有后置了。香水啊，你喷在身上啊，你喷在身上，让我闻一下。你喷一下，哦，香菇水。哈，哎，香菇水，哎，真运动厉害呢。因为俺妈妈给走出来世界，她有告诉我说，这个香菇水莫打怂哦，首先尬不能尬，会加那个味道。哇，对，真的很棒哦。它又不用买个东西吗看？到表吗？噶，下调味料，哦，下条下马个，水头把哈它这样有吓到吗？不好笑啦，好了这个一口盖皮牙不开料理。来一口盖片。哎，香菜给我，哇，看起来懂战斗哎，哎，你这个给进度哦，超过我们的耶。真刚刚的，一开始还比较慢哦。对，哎而且你刚刚有不用加带落来给皮筒哦，还有什么？哎，那了摸圈不用不用两百买个东西，这个买来耶，秘密武器不，是哎呦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印尼椒盐的，不是印尼印尼的印度盖章盖哦，对，印尼的那个胡椒粉比较印尼香。哦，龟嘎啦，而家龟嘎啦，咩盖印尼啦。印度尼西亚，好了好了，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Yes 了，嗯可以了。我要盛两百盘啊个东，西，我要盛盘。等一下这样盛盘哈，嗯不是我们会后悔对不全部对？都来嘛好啊，全部那我都来那我们要去看那边好了，我要看那边，全部进去不可能，掉就好。加油哦！存到1分钟41分钟了了哦。他的那个嘞就，加副教辅吗？有哈，你不要低调动好学副教辅呢。因为他赶你啊，是懂得同的东西都加副椒粉啊。真劲哦，俺爸爸时间还有。哦，你都没好嘞哦。好嘞啊，我们倒数了，来了来来了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就有吃困难，那部卡给米西，张开后米西嘞。好，看下嘞，我哋风水佬、南水哦，整个老家不开本店全部拿出来，然后呢就先来吃困难，都带奶煮黑两罐的后米西咯。来吃款风吹哎，盖。全部都懂用心，都会摆盘嘿的哦啊，，哎，很舍不得挖开呢。真的哦。哎呀，有嘞吼，台卡圈有嘞哦。刚刚有吃米通吗？有，我有稍微试了一下。手在快10色嘞，沾到，哇！那卤排饭整一道懂口哎，真的吗是的，出来哦，真紧让外背吼，完全冇强龙呢。你量啥来感觉嘞？好是，好些。嗯，来水看哦，冷水。哎呦，该摆盘哦，绿意横生哎。哇，哇哦！哇，哎呀，你不要破坏大自然的美丽哦。啊，就冇讲就好啊。咱正经我讲吼，咱都要改菜头板哦嘿，煎的比较劲风色咯。开动了哈。嘿嘿嘿，哦，俺有答案嘞，哦，哎，冇强龙，正经冇强龙，有用。冇强龙跟米头咯。好，多大家睇管内煮黑色的后面是咧，提前先本里嘅刘师傅抢本分数。等等等等，哎七师傅呛笨分数。哎呦，公正公开啦，哈，公平公正。款啊，明珠节是这样。刘师傅抢公一下，我做嘛我本南水养呢，因为风吹了，给从头别过于焦了，它都拽米，还有包括一滴滴的夫妇。哦，有它含一滴滴嘞，这边的味道就是没有那么咸，但是它的萝卜糕的味道很香，萝卜味。卤排饭啊，卤排菜头板冻香菜头板的米头，俩甜的菜头母俩甜的安香。七师傅感觉嘞，妨碍咯，
两片的香菇无，因为无去切的时阵冇盐水啊。啊，又是我的问题了。咩？两模像。两面有问题，冇盐水因为去盐水下去之去做咧稀汤汁。啊你的意思，你啊下早有盐过，佢的汤汁是都系酒丝的，佢的汤头底部都系佢的梅头。啊，你啊爱本身下。终于是了，菜头板下油啊，下比较软下软啊，啊你也是下硬一点嘛。两片都做冻好啦，直接讲，你就打沙圈就打沙夫哈，好，既然遐牛的话呢，大家结果应该睇起来都满意的啦吼。各片呢都得到1分，也喺第一关。接下来呢，休息一下过后，我来唱到刘师傅，你睇起来带来乜嘅4个料理咧？种葡素卤菜，好，今日刘师傅带来乜嘅4个料理咧？菜头饭煎软饼，哇，好多软饼地度哦。嘿，好哦，好哦，我用到嘛个东西，小几多我用到油菜花，哦，了係樱花蝦哦，你唔係便宜嚟哦哦。啲係海洋料理咧就安尼寫嚟哦。個蒜呢，個最重要嘅蘿蔔板，蘿蔔板，點乜嘅呢？啲蔬菜餅，蛋餅皮啊，卵皮哦卵皮，蔬菜的卵皮啦，嘿啊，嚟嚟，我做開始了。大家有冇問題隨時問好嗯冇？拜託一下吼。我們總得學咯。食蛋婆，誒，等下爆落去啊，哦，用爆的啊，係用爆嘅。嗯，今日蘿蔔板誒，係，你蘿蔔板，即個陣呢，一隻陣咧，唔係我即個陣呢啦。聽年聽誒，年即人個陣。家陣呢，你唔係私藏嘅啦。哦，哎，建議嘅菜頭板有加什麼醬嗎？我夠嗎？頭油膏型嘅，哦，頭油膏。最自然嘅鳳梨，來，最天然家裡的家鄉味。開佢哋分先學嘅哈。是好了好一下，箭頭馬來西亞長，因為你之前有做過那個蘋果哈，我用鐵餘溫，砂廠，對鐵砂廠那種一，定係有係，因開為溫度嘅。這個你係冇同樣嘅皮，你冇同樣嘅皮總得用餘溫哦係冇用餘溫，哦，係你係就做得了。啊，桂梅姐，我看唔懂誒，啊，你你要講快你啊！講後背啊，你的按用箭果菜頭板嗎？我是切比较小一点，切它碎的，然後我打蛋進去煎，哎煎蛋就对就洋葱早餐店會按用對種。对，哎呀，還我魚嚟做嘛？乜嘅？我知嘛。哦，櫻花不要了蝦、哈櫻花蝦，下重本哦。做嘛每買幾種已經洗好嘅啊？你早的，係它甜，哦，你係它甜，你係甜度啊吼。好香哦！我的天哪，哎呦，他講的梅頭是出來的，出來的這裡有會嘅米頭誒，哎呀，滿妹姐剛剛吞口水了，我發現了。凍好是很多想回事對啊，的。看到那些動口水了。用下去炒。炒米香來，哇！哎，該卵還蠻走呢。嘿，你係做得穩裝軟了，你還有煎煎亂皮啊弄。件的亂呀，皮嘿，我要嗎？把等一下把一半你要件嘛？捲進去的，哦等下一半的捲落去啦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厲害誒！哎呀，你唔是加片日本，你就坐喺度邊都懂講啊，然後好嘞，開始爆嘞。好咧，其實該爆嘅放些就嘛該提票嘅注意嘅。你啊還可去甲用嘅爆煮用嘅爆啊，你啊冇漲啦，你啊煮去甲爆落去。卵皮哈，這個蛋餅皮它不會那麼容易破哈。對，它比較有韌性啊。它比較係啲係要軟嗯啊。哼，咁等我一般你嘅內容誒。因為一般你亂行一堆啊。哦，對對因為對對，不難寫啦，你忘睇沒了。有，哪有？有啦不是那這位咧，要櫻花片不難寫啦。對對對，講呀吼，怎麼辦？講一下。好吃嗎？哪條養？哎，其實裡頭這一道還蠻簡單，它這很簡單誒。挺簡單，唔夠多講啊。哎呦，顯唔顯辣椒會出現的哦？辣椒哦。榴蓮半明珠姐吃我哦。哋先半張白餡來食咯，哇！哇。弟弟這樣子換弟弟。等一下就聽我一張哈，會分。
开粉哈，哦，冇问题哦。客家人做料理，较喜欢用手吼。嘿，错。你已經算係嗰種整嘅係素魯菜嘅啦吼。那葱都没你自家种的哦。你说呢？每天每个时间，哎，一春还没有种啊。真的哦。嘿，一春说那春还没会种。来，好，绽放一下。好。这個炒料炒料。哎呦，哇！這個香氣也冇強樣你嘅。等下叫擺上去，還講標挑油膏啲度。用老挑油膏通下炒啊。哦，老挑油膏通下炒。挑油膏會強過，你又不用挑油。挑油係嘛？嘿，挑油1:1。哦，1:1哦，我記年哦。凱芬哈浪漫妹姐哈，記得有窮下做挑輪地嗎？他們一起賣菜苗。真的，對用下賣啊！用下賣啊！因為有凱芬姐哦，凍你因為我好凍到菜苗全就賣哦，對，全就賣哦。哇！所以哦，假使哦，航白，你要做菜，你起個還忙種出來哦，你走得到凱芬姐來買一下。對，太子甲富上搞過一下搞朋友。係哦，係，做得。你看，冇聽錯，種出來辣椒安泰哦，係冇？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完成，完成嘞！祝他完成嘞！做得食得到呀個按功夫的料理吼，我來出題目哦。對，先請劉師傅來啦，你吹下。用吹要講清楚啊。好。懂簡單啦。好。按樣誒，老拍老拍咧，去它的香味。想象咧，洗菜加下加檸檬水。哦。比清湯加下加細米水。哦。先上一下。先來剪下剪刀殺條鋪。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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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水了！現在比賽猜拳了。剪刀殺條鋪，剪刀殺條鋪哦，吼！馬上要開始了。剪刀殺條鋪，剪刀殺條鋪。耶！好了，可是我們要先嘛個答案，因為我不知道，我就講討論一下。答案哈，兩三咪做得討論一下，佢通常咪做得討論。知道嘞。冇聽錯，記得答案的哈。皮才會苦澀，皮才會苦澀嗎？對。好，那選 A 哦。好。口聽哦。確定哈。你口聽先 A 哦。口聽哦。來選 B 哦。 B 嘞，B 選 B 嘞。好，剛開始選 B。答案就是。那還是要是包直接講嘛？準備，有嗎？你係哈美啊？哦，好鹹哦！哦，哎，綜藝諧星的，哦，好鹹哦！又在好冇打？一百。B 選 B 好，剛開始選 B。答案就是 B。好 B 啊！你都要做得選的。佢有戒指，跟戒指的那個油啊，戒指油的那個味道，因為檸檬水也不錯，檸檬外面下多嗰種誒，辣的味道啊，用米汁水，米汁水去滾起，一下就去苦澀味，嘿，用米汁水去滾起，一下就到個苦澀味，嚇，哦。沖過睇嚟啦，係啊，用你嗎？哎呦，這實至名歸啦。媽媽，我我們記起來，而且要做這轉一周，好嗎？來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你等下，係啊，我咪等你。張無前千兩冇生到啦，因為節目翕到也到尾嘅吼，特輯都講我減肥，都兩下還冇乜改變。好啦，那請神啊，冇講冇識到。你這個感情動頭，不過吼，分享一下又好食嗎？非常愛好食，非常咩好食哦？嘿，非常的好食，非常的好吃。海芬知道嘞？凍好食，光高形容詞誒，好啦，好呀，關於做得講係師傅發現到嘅時間搞太氣㗎，睇下都不開始做得吃做困難，我識都唔怕，這裡做。好，高內上下來，太氣㗎。打起精神來，最背面一關嘅，因為剛剛係1:1哦。然後來看一下最背面，馬莎莎有冇嘢太重譜咧？
爱是太祖谱，用嘴要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爱做嘅菜色。伫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敢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混麼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隨來上菜了。哇，一定吼，你要提上罐吼，有什么鸡？你哋冇？佢講乜那个东西，就手機。手机，动手機嘅是夠好耐咧啊！哦，看下好具體嘅料理刺嘛。激的一关。哦，手機哦。手机，哎呦，鹹菜哇！都有嘅鹹菜啊，正樣樓睇下講下。其實呢，咁樣來到關係啊，就也 Q 名到日本時代呀，很多嘛，你冇鹹菜不？哦，就是當到鹹菜的蔬菜就出來啦。哎呦，圈府圈的鹹菜哦，地上看到都是這樣。你啊，特別係中東道嘅芥菜，古所睇住㗎，客家人啊，就留意滷州冇共用嘅階段有不同，比如話講呀，第一階段都鹹菜，生下來係有卜菜啊，鹹菜蓋啊，也就一切下去啊，佢唔用幾久嘅時間啊。阿英勇哦，我呢個阿英勇動非常多的步驟吼，唔個今年我做嘅係鹹菜係冇？對，我做乜嘅料理啊？你係做乜嘅料理咧？煙燻鹹菜件，一出菜要慢做對吧？就是該鹹菜、鹹菜一定要炒飯魚，梅頭出來，下來該菇，小珍菇咩係炒過，啊水炒好了，佢嘅水有沒有？要弄肥皂。然後煎，你嘗到嗎？水有啲鐵，你不會走，你不會走，你是唔下啦，因為呢個後等下หั่住時間做啲燜，廚師幫忙用燜燜嚟哦，先來燜燜啲嚟哦。來啦，講到燜燜啲，做乜計計滷鹹菜，先要啊，愛撈熱頭下，曬一兩日呢？用乜咧？小頭殺滾，B 纖維軟化，兩個啲哦。B 呢？我選猜拳啊，猜拳嚟哦。來。嘿，張長的做得到90秒哈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哈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係哪條答案？好啦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我知道答案，好了，寫一下。B 啊，圈府圈來，你咩上去選？你選乜㗎？你咩選 B？呢條上係選 B 呢？冇辦法，可是我們贏呢。等下冇聽錯，來唐七師傅講。好，答案係 B。你做到 B，我們選 B 啊！我們選什麼？你選 A，記得選 B。我們贏，我們選 B，按照了解嗎？我忘記了啦，太用半音啦，滷鹹菜時節要麼該結菜哦，一天內先洗澡。人為該動物該植物的纖維話，腦的時節該菜入去含為團體。保持佢嘅貴重嘅芥菜下完整。哦，好啦，董米燕呢，你也特別答對，可是滿妹姐妹算是答對，可是冇辦法答題啦。哎呀，他選擇答對，不過主持人答錯啊！對，真的。冇老勁，幸福有挨到倆組動腔，很強哈，30秒夠了。好，所以就來進行比賽了。來咯，來。 Q 你，鹹菜要切絲，先洗啊，切絲，那我該調皮窮那個給廣老一輩多嗎？香港唔怕。切絲啊，切絲。這個比較厚的。啊，該推我去掉哦，該推完你推我切開。啊，該用該小珍菇啊嘛，用薯巴，用薯巴時該辣椒要切未強壯，切條未做得。這樣子嗎？就細隻好，越細越幼越好啊！再幼再好。順文啊，順文還是逆文？順文啦，你要順文啦。那家嘅點下轉用落去炒咩嗬？嘿，這個炒辣椒要用它炒嘛？那這沒做對啦。會啦，那這個不用用它炒啦。所以我應該要準備一點辣椒。你看隔壁嘅，好 OK，也給冇問題啦嗬。來嚟凍麵麵啊，凍麵麵，凍麵麵我們做得啦，做得。時間冇到咧，凍緊裝哦。好嘞，看到什麼解咧？用菇嘅，嘅菇咩？菇啊哈，用木耳用棒沒做得，一細啥？應該用。哎呦，辣椒沒有切了哈，辣椒辣椒哦，
有好多嘞，北添有好多诶，这位。那位切辣椒本观众朋友看一下。哎，你每看机咧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水姑娘。哎，应该学生的诶。喊错不听少哦。等一下，我说刀工我来好了。对，刀工的部分搞本贵没钱。哎，好，大概就是取长度。所以你到迪波卡有做过你爱菜吗？有做过吗？是你来，炒香菜的酒啦，你也係在，係啊，你也係在。在。你跟辣椒面，咱你咪用下炒係啊。嘿，做得。嗱，時間未到咯。時間到了，民主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咯，冇音。好 ，OK， 繼續下去吼。那我們過去給大好，我們快家。啲記得啦。直着切才對。哎，走的哈。天哪，好緊張！就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哎呦，會跳舞啦。剛用炒下去，你們的辣椒誒。那個辣椒我一小哦，一小切咯。你要炒，現炒哦。哎，兩木炒。兩木炒哦。你還有重點哦，你還有重點。好，我那就可兩片咯。來。我想試那還是要先包直接這樣嗎？對，有嗎？你還有咩啊？哦，好鹹哦！哦，哎，綜藝諧星的。哦，好鹹哦！又在冇啦？應該就鹹啦，真的好鹹哦！一般來講鹹菜冇鹹會白的啦，你啊，太鹹了。你家佢應該攞鹹菜洗過，可是切頭洗過這樣炒嘅。啊。沒關係，人家我們會保斷走啊。嘿，等下做我們的保安包做。個一點點嘅事所以我做得啦。們香菇保卡抖。咪香菇不用介意啦。好，我嗌掉嚟看。好來，OK。看一擺，來看兩片哈。他們加你剛才不是幫忙拔香菇嗎？對啊，俺家下就講啊，俺目的我先切過啊，先切過，安用長會好夾啦。唔係嘅事情有啲啦。哎，我知道你很漂亮。 OK，好。準備了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手。哦，基完全很欣賞了涮刀的帥哥的廚師。那邊的可以換手了。哇！好，那就繼續炒下去咯。而家鹹菜要7塊呢嘛？有吃這個有冇啊？好還有冰。我吃米頭哦。對，兩下做得起啊。來，兩副米7塊。好。 7塊。它哎，有幾多鹹？有幾多鹹？還好。冇好鹹，沒有那麼鹹啊。好，那我勾你哪個片咯？好，先過去了哦。還加那麼多糖，我給他。冇給他。都糖。做得冇，做得冇，要用廚師幫我嘛。好，你做的。還冇。不用，還沒。兩下做內容了哦。做的。好。廚師幫我，10秒。好來，開始。你跳了擾亂啊！你要片啊！唔係擾亂啊，係讓你加油啦。有人幹嘛嘅酒會啊？繼續按用做，繼續做，愛個，唔會吼，你就看到馬計吼，冇看到只能回家看重播了哦。做得冇，要用廚師幫我嘛。好，你做的。還冇。不用，還沒。兩下做內容了哦。做的。好。廚師幫我，10秒。好來，開始。來嘛啦，一方來嘛啦。幫我吃味道，米頭。真正吼，米全頭部皮給它吃皮好些哦。你是調態的味啦，一方。做得冇，按用的包啊，包一個本來看一下，拜託一下。我先打開了。我可以喊好台上你跳了擾亂啊！你要片啊！唔係擾亂啊，係讓你加油啦。有人幹嘛嘅酒會啊？酒吧啦，酒吧喊。酒吧喊好紅哦。還有點。要是窮啊就報熟悉空咯。好，還有時間過。30秒。過。還有有啊。好，還有。好。哦，喊我切了哦。這樣夠扎實嗎？稍微斜切。那兩頭要不要跟它去掉，比較漂亮？哦。哎呦，魚類啦。啊，另外片。片的時候咧。還有2到4弄的時候咧。好，把整齊啊。有哈。4、3、2、2哦。大口了，表叔。好。
好，来去吼，看爱改片哦，来。好，赴美哦，赴美哦，是现在该赴美哦。剩下是这样子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爱到个我们等等调皮日线见狗然后又见狗，都做得啦我，觉得蛮好的。其实都做得啦，嘿，种秀嘞。嘿，你走在抢厨师帮忙，那个三圣没有？爱到很有时间哦。好，请厨师还要忙，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菜，好来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菜。你要做过，我冇做过俩菜。厨师烫手求救， 30秒。其实可以是。厨师求救。刚刚没有见过。哎呦，再包一卷等一下哦其实哦，因为你很少哦。猫听说会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因为那是太烫了。没关系，可以。10秒剩10秒吗？就10秒。10、 9、 8、放过来， 7、放里6、面一点。对那调少哦。 3、对。有个款哦，款哦。好卷。 1，时间到，好，请放手。嘿，师兄爱用做，继续做，爱讲，来吼，来。不然气起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给起来。你就看到嘛该吼，没关系，就吼，没关系，他跟你说。你就看到吼，安用音啊。没看到只能回家看重播了哦。因为你们去包起来，听听啊，包起来冇嘛，啊包开它不得会冇会散脱咯。像重点，直切。你要把它包紧呢。直切对啦，肉。好的，你快拿给片咯。摆盘咪冻虫饶吼，来去。哇，你啊冇简单呢，因为豆腐皮哦，佢冇像个面皮啊呢，有牙粘着性，给它冻掉会散脱，我觉得用速度有按钮问题哦。非常考验吼。佢加油嘛，腌嘅地方要冇让佢靠在一起熟咧，佢人會打開來，背對背。冇問題啦，凍這個就很好，把其他擺好過。來。對，其他擺盤要多擺。還有幾分鐘。俺啲用慢種啊，俺不是走咧。容易切開嘅想法。我有信心，這拿防省車用的後製作。係啊，做啲辣椒用咩？總得不用加辣椒哦，裝飾總得。冇有嘛？倆油啊，擺盤下醬對喂。倆油啊，從倆油啊，然後啱講倆轉過來，轉過來，嘿，靠着，不打開的地方吼，放裡面，靠着，總得讓你有空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有吃色困難都在列關，那一組就係太重普嘞。講係最緊張嘅，唔過你可以來睇這個都有酒店師傅嘅指示嚟完成了出菜吼。好，你下水就來試試看啦。阿楊偉發係咪就1、3、2、4隻？風水先講你較好拿哦。係啊，會聖意哦，會散開哦。捱嘅唔會散開，謝謝。哇！哪一條沒有？來師傅來，師傅你嘅這拜託。水台。係啊，先生我也是注意睇嘅。師傅要冇散的，你攞嚟食啦，拜託啊！來，少一塊，我們就少一塊。那個拿來配飯真的。這樣子，年代歷史會不會用韓版？不會耶，因為你還有豆腐皮啊哈。這可以吃3碗飯。係啊，你都有感覺咧？有一碗白飯。哦。要配飯。很下飯。哦。哎呦，排泄哦，因為哦，佢係煙燻，嚇煙燻鹹菜卷哦，片哦，所以嗌到嘅頭皮吼，肉線見果哦，肉線見果肉叉片啊，係麼？你都有感覺咧？都不錯，都不錯，是不是？好，比較緊張，因為另外嘅時間是評分1比1。故說你阿朋友呢，當關鍵哦，先請你嘅劉師傅搶分數。哎呦，得到了，還有七師傅搶分數。哦，所以證明下兩組吼實力相當。真嘅，先請劉師傅來講一下做嘛嘅。做嘛會先南水咧，因為佢頭皮有剪過，對，剪過後過有干，加一隻香味，對，鹹菜其實用
指定菜色两对的凉脆的香香的咸菜，而家鹹菜油較油一啲啲，唔可以炒，咸菜無油，冇色。哦，啊，不過戚師傅講過咧，咱嘅想法係啊，是講個鹹菜煎油嘛，佢會煎到凍陣凍好看。啊，第二片可能煎嘅時間摸出嚟，留佢拉一下油啊，會啱嘅時間會散脫。係啊，對，所以啊，今年啦，兩組全數得得到加菜金1500 Q， 恭喜1500 Q 嘅加菜金，1800元哦。謝謝好，先來搶我的富貴姐妹花，老太太分享一下兩拜參加嘅心得。第一次來參加了鹿壤啊，心情非常的平靜呢，完全不緊張。平靜，對，是咁樣講吼。係來就扮演比糖豆比賽是不？幾準啊？係嗎？對係啊，你同阿叫攏冇準啊！好，富美姐嘞，我马蹄白兄弟节目哈，有经验了哈，还不错这个节目，希望有機會再過來參加你。我冇來咯，你自己來。你用完機器，開玩笑啦。好，容易，好，是夢了客家電視台幫我機會參加了種嘅美食嘅節目，你係中下人出色啊哈。今日做得參加了節目，非常的幸福，非常快樂。還有學習到動到東西啦。又是動到東西好係事啊，咁個開飯節咧，係非常快樂，梗唔可以講客話，唔過嗌唔加零食。哎呦，我到你下長臂金尾講客會呢。哎呦，啊你剛剛都怎麼講的？糊弄過去的。哎呦，已經前輩啦，就都下唔曉得啦。哦，好啦，今日最歡喜的一件事情，就係到你一家自助地度呢，做得搶到看兩姊妹啊，或者係講看阿姨啦、出嚟啊，吼，趁搶下來到節目當中，可能平常時候冇按接做得搶下來煮菜哦，做得來到電視機面前啊，煮菜本睇下看，又做得搶下來好食呀，係最讚到嘅素菜，大家做得聯絡感情。係啊，真緊，所以呢個家師你真緊對做菜又非常有興趣，對做菜非常有信心。家師吼，你會講害了，而4個人一起來欺負民眾，全組隊來報名參加。好啦，凊彩佢講啦，反正咧，你嘅報名咧已經搶到人報名誒，好，你會繼續行下去分享睇時間咧，做得搶下來報名哦。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下拜再見，拜拜。希望你哋還要恭喜恭喜，謝謝，謝謝，來，恭喜，恭喜。